華人過年會辦年貨，而商戶亦都為咗酬謝顧客而相繼推出優惠貨品或者係贈品，務求大家都能夠過一個肥年。但你知道嗎？真正為你嘅好處着想嘅係嗰位創造生命同埋萬物嘅主宰，佢唔係要喺你身上圖利，亦都唔係只係供應你物質嘅需要，而係要將生命中嘅無價寶白白賜俾你。聖經話：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。耶穌嚟到世上，為你我嘅罪捨命，成就咗呢一份世上至珍貴嘅禮物，係金錢買唔到，亦都冇時限，只係等你憑信心嚟到領取。然而冇期限，並不代表你可以耽延，因為人生轉瞬即逝。因此，請你務必把握時機，及早接受佢嘅救恩，免得錯失良機。